7月份的聚会，吼，即阵咱先要来认识哦，吼，认识线，咱请郑明长老来做开会开始祈祷。即阵咱要唱的是伊是听的主，吼，咱唱2届，唱完副歌搁弹1届就会使啊。来，开始。最好不要整场录，我怕你电池不够。可以吗？感谢主心事咱三甲来祈祷，伊是请咱的主，咱所有的一切拢对伊相属。感谢主，阮来认捌你是阮一生上界水的祝福。阮会当做你儿女是阮上好的福分。最后所感谢你，互阮伫礼拜以后，阮这个时间清晰团契三甲组织。最后所阮要对应一节伊的喙中间来甲阮来分享美好的生命。最后所你讲，我来是要羊得着活命，并且得着搁较丰盛。最后说，阮的身躯嘛是上帝殿，对阮的身躯要来荣光主你的名，互阮招做人的祝福。最后说，保守一点久的时间，你甲阮做伙，三甲做伙，互阮大家会当伫遮得到一个美好的时间。我安尼感谢祈祷，靠主的圣名求，阿门。即阵咱就请英语姐妹来为咱做今仔日演讲吼，题目就是活出美好的见证吼。咱拍我来鼓励一下好无？各位兄弟平安，平安，感谢上帝吼，我今仔有这个机会来遮甲大家分享。那我要讲台语吼，有时我讲了无好，但是袂要紧，我会尽量讲，袂要紧，好无？讲唔对，恁我提醒来，好无？好过去咧，我是一个服装设计师，我以前是服装设计师。那我以前是在来台湾之前，因为我出生在厦门，所以生长在2岁7个月的时候就被送到那个新加坡，生长在新加坡，然后17岁的时候就到澳洲留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过程？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很痛，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亲生我的时候，在大陆生我的时候，那刚好遇到文化大革命，
哦，所以那时候大陆有一个文化大革命。那我爸爸呢是厦门市的副市长。那因为那时候我的爸爸跟妈妈被被批斗，那家里面的姐姐就是带着妹妹，所以家里面很辛苦，全家人都被关起来。那我呢就被我爸爸的一个朋友，就是他以前小时候就是有一个警卫，然后把我偷偷抱出去，结果送到新加坡去，就当成他们的小孩在领养。所以我从小是被抱养。那17岁的时候，其实我知道17岁那个叛逆时期，刚好我的父亲是得大肠癌，大陆的时候在药馆生。那我的父亲突然间告诉我说，我不是他亲生的。那你要想看看，我的新加坡的爸爸呢是一个外交官，在德国的外交官。那我突然间觉得人家是从麻雀变凤凰，我是从凤凰又变回麻雀，我就觉得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安听有吼，我就觉得好像怎么上天对我那么不公平？为什么会？我明明是你的小孩，把我养大，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来对待我？所以我那时候选择就是我离开我的父母亲，我不想让他们来管我选择就是自暴自弃就离开。那离开的时候，当然我那时候17岁不会赚钱嘛，是不是？我决定要把我父母亲的钱给他花光光，所以我选择去澳洲留学。然后我的父亲很疼我，因为我们家里面只有我一个女孩子。那我上面有一个哥哥很出色，那下面有一个弟弟也非常棒。然后呢，我夹在中间，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既然这样子，我就选择我要认真读书。我在澳洲读书读设计，我是在专门设计晚礼服的。17岁开始设计，但是我很喜欢赚钱，我从小就很喜欢赚钱。那我赚钱的原因是怎样？就是我要买好多东西，父母亲没办法买给我的，我全部都要买那个很多东西。那时候有赚到钱，当然有很赚到钱，因为我是一个很努力学习的人啊。你不要看我现在是改变很多，因为那时候呢，就是我教授在画画的时候，有没有人这样子？教授在画画，那有我们设计师教授在画画，我们学生教授在画画的时候，那我们把学生交上去的作业，那教授就会把这些作业拿去跟那个厂商让他们筛选图纸，哪一张适合那个图纸，那他们就可以买我们的图纸。那些笔画也是我们画，纸也是我们出的，但是教授卖的就是教授的钱，是不是？哦，所以我就觉得，我发现我们教授好像每次都拿整叠的东西拿去给那个厂商筛选。那有一次我就跟教授谈判，因为那时候才18岁，我就跟教授谈判，我说：教授，我告诉你。纸也是我出的，这没关系。但是呢，一张纸如果我很认真画，一张纸画出来图纸，你分7，我分3，卖出去的我至少要赚3%，然后你赚7%，因为他要跟人家沟通，他要买。但是呢，如果我哪里画不好，你是不是能跟我讲？那因为我这个中间我就会学到我更好的往前走，就是我的学业可以更好的往前走。所以那时候我在18岁的时候呢就很努力，我每天人家在玩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努力，一直在画画。到读了8年以后，到24岁读完以后，然后回到新加坡，就找了2个学姐，那我们3个人合资就开了一家公司。那时候我有钱嘛，我当然手上有一些钱，那我还是跟我爸爸讲说，你只要投资我1次。我爸就问我说，那你要投资多少？其实我父亲是很疼我，他说你要投资多少？那我就告诉他说，越多越好，又没有给他一个数目字嘛，那招啊查就越多越好。然后呢，我父亲就跟我讲说，好吧，那我就给你300万美金。300万美金，我就觉得 OK 没关系，所以我那时候有跟我的同学就用300万美金就开始投资。那我投资的产业就是布料，也由我一个同学一个学长他们选。那我是专门负责设计的，那有一个是专门去做公关的人际关系，就是邀请人来。那我们一季呢，就是要设计有4000款的服装出来，整个系列，然后选择 model， 我自己公司里面也有 model， 然后选择 model 考试什么，然后就让他们有各个厂商，比如说有那个YouTube 的，还有什么黑白配香港，他们会来我们公司看到我们的服装，然后选择他要下订单多少，买断多少，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不选择做品牌，但是我选择做服装设计。那既然是上帝创造这个有牙齿跟有舌，是不是？然后3个人，你有听人讲3个查某人的这张戏啊？就3个人就是开始，谁做多谁做少。那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出来打拼的，所以就会有一些纠结。那纠结以后就开始就分开了。我就问我的姑姑，那我姑姑呢是。我姑姑是亚太地区我们唯一一个在学院里面当 model 的人。我姑姑很高，187公分。哦。因为我父亲也是打篮球的，所以我那时候我孙子一样。对，我姑姑就跟我讲，她说我的目标是在做什么？那我就想说，我的目标，因为我小时候很想当 model， 但是身高的比例，我们家是4高1低，我最低的哈。那我没办法当 model， 但是我喜欢美，所以我姑姑就跟我讲说，你既然选择设计服装，那你就把服装做好，然后做到最顶尖的就是什么总监嘛。哦，那我28岁，我又想说，好吧，那做总监，既然做总监，我又回到米兰去进修2年。那到米兰进修2年，我发现国外的很多学生他们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们读了1学期，然后就去打工1年2年，然后再回来。我发现华人是很幸福的，华人在读书的时候就一直读到完结束以后回来，可能高不成低不就的，然后父母亲很辛苦把他栽培成一个博士或者硕士，然后他就回来以后感觉到5万多块，感觉不满足，好像跟我的学历好像有差，然后就不想出去工作。那我那时候就去读完硕士以后，你读完硕士那个去米兰进修的时候，中间呢1个礼拜我们只上2天的课程。那我要在那边租房子啊，是不是？我踮伫遐，要住迄个厝。但是你爱的不付出啊，所以我想一想说，我既然去那边决定要读2年的书，那星期2、星期3、星期4，是不是中间都有休息？那休息我要学什么？很可惜嘛，时间安排管理很重要，所以我就去学那个美姿美仪，因为要锻炼那个 model， 训练 model 走路，训练 model 坐姿，是不是？好像训练 model 的体态。哦，学完以后，然后就修两个的硕士分，就是一个就是总监，那32岁很荣幸成为亚太地区最年轻的总监，然后一个执照拿出去就15万块的收入，感觉好不好？好。好，那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快速就拿到很高的位阶以后，那当然就骄傲跟自满就开始排在你的身边，因为掌声很多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就很自满。那我的弟弟他很棒，我弟弟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他现在是在澳洲专门在设计那个飞机里面的黑盒子，要出示那个黑盒子的那个里面的一些软体。好，那我哥哥是娶了那个荷兰，因为我爸以前是在外交官，所以他娶了荷兰的什么皇室第40几代的那个女儿，因为以前有交际的关系，所以他们娶了他的女儿，所以我哥哥就全家就移居在荷兰那个地方。那目前父母亲退休了，也全部在荷兰。那我们回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很叛逆，我们再讲回来，就我叛逆去到那边读书。那我父亲在澳洲给我买了一个房子，所以总共我在那边读书8年，花了我父亲一共有5000多万台币，有5000多万，快6000万。好，那读完书以后呢，不是说就是说读书以后就感觉到很好。那为什么因缘机会我会到台湾来 ？OK， 还有怎么连接不上？这个怎么连接？无信号，点歌。影像没有出来。没有，刚刚有啊。刚有嘞。刚刚还有，这边有开机啊。按问号的，哎，有开啊，有亮啊。他说没有，只要是没有信号，你关掉，是关掉。再关掉，再重开一次。再重开一次。可以吗？怎么认识啊？
没关系。没有，你把它关掉，它要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打开，刚刚不应该关掉。那时候就是，其实我到台湾来的时候呢，就是，在2003年来到台湾。那中间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已经在休息了。说句老实话，我已经在退休了，因为我觉得到韩国去工作1年多，然后又到日本去工作。然后又到马来西亚去工作，然后工作以后就觉得我是在为别人工作，我觉得很不开心。因为每次工作，我们设计师就是你有一个理念，就是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别人就会强压在你身上，就会觉得这样不行，这样要怎样。那我觉得没有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觉得好像被压迫住，我不喜欢这样子。后来我就回到厦门去，然后在厦门，那时候刚好可以回到厦门，就到厦门去。在厦门我就连续开了7间店。那这7间店是卖什么？就是从出生的东西就可以，像 baby 刚出生的那个东西开始卖到只有假牙没有卖，什么都卖，只有假牙没有卖。就是我这个人就是要做生意，我什么反正你进来就是可以有东西买的东西，买个东西出去，就什么都要。然后那时候跟很多好朋友，我在厦门就是有认识很多国税局的一些那些都是我姐姐的好朋友，所以因为我也很会有人际关系这一方面，所以都做得还蛮不错。我在厦门做生意还做得不错，但是做服装生意就是这样子，就是做会讨蠢会买，对不？所以我家里面还有80几仙的会买。不管是什么东西，大小通通都有，然后后面就把它捐出去给别人，前面有时候赚钱就觉得很开心，所以赚钱就觉得说要带朋友去玩，带父母亲去玩，就是这样子，就很开心。但是这个我觉得都是上帝给你一个考验。那虽然我们家里面的人呢都没有那种就是基督徒，我们家里面全部都是拜拜的，那只有我一个人。那为什么我会基督徒？因为小时候那学校。有一个同学，然后他家里面是基督徒，然后我到他们家里面去背英文单词的时候英文单词，然后背，他就拿出圣经来给我看，然后他就写一个小纸条，然后说我们今天来就是要分享这个。我说他不是要背英文单词，怎么会换这个？然后他父亲就在跟我们讲说，圣经里面怎么说，怎么做人。但是那时候接触的时候，并没有很深刻的去接触，然后就接触普的就又走了。那到国外去的时候，又有一次我大学的同学，他们又在讲圣经的问题，所以又接触了。那接触以后，圣经看得懂吗？其实我也是看不懂，然后看一下就普的。然后他们有去祷告，我也跟着去祷告。那没有去祷告也就算了，就是很浅肤的去接触到这个基督徒。那最后这一次是后来我在15年前我来到台湾的时候，那说句老实话，台湾并不是我想要真正居住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留在台湾。那这一切我觉得都是因为感动而留在台湾的。那我来到台湾的时候，那第一呢，我在 Dior 里面当设计师，首先我要管理下面的一些设计师，要有68个人设计师。那要管理这些商业的东西，就是很害怕。你们发现台湾人很会模仿，很会模仿。我们设计师刚画出来5分谱就出来了。这为什么都会有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不清楚。那这就是内神通外鬼的嘛，是不是？所以再怎么管理也都没有用。那后来压力真的很大。你在工作的时候压力很大。你知道我以前过去的饮食习惯我一天。可能早上，因为我们公司在101，我一天早上可能会买2桶的麦当劳，叫我助理买2桶的麦当劳，然后上去的时候有空就吃一下，咬一口，然后可乐就一直喝。因为怎样？因为你吃麦当劳的时候胃就会胀气嘛，那胃胀气我们就会喝可乐，因为可乐会打嗝嘛，那以为这样就有消化，就很开心嘛。然后发现说台湾人很会用药，就是如果你不能排便就去买什么软便剂嘛，是不是？如果你头痛就去买什么？对嘛，就是很习惯，就是去药房。所以我发现台湾没什么多，药很多，
真的啊，因为拿药很方便。对，那我就发现我自己呢，我其实以前很少吃药，但是我到台湾来，从1颗药普拿疼，1颗药吃到5颗，一天吃到一次可以吃到5颗药。对，啊，就1颗原本有效，那可能压力更大，可能要2颗。那我那时候在吃，其实在吃药的时候就是。已经有产生了胃溃疡、胃出血、心律不整。我一蹲下去起来，心律不整的时候哦，讲话讲较快淡薄，较紧性淡薄，哦，心脏跳得就快，咁样扑落去，你知无？哦，然后有胃溃疡、胃出血、心律不整，还偏头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吃蛋糕，但是没关系的哈，就是哈便秘很严重，你知道吗？便秘很严重，还有一天抽2包鲜烟、6杯的咖啡来维持我的体力。那为什么我要维持我的体力？因为你总监要负起那个责任，你稍微一点点不行，你就会被人家卡掉。那而且你又从国外调回来的一个工作人员。台湾人很徘徊，很不接受这些，因为在专业领域上面，他不相信国外的人。后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压力很大。那到晚上的时候呢，其实身边没有一个我可以相信的人。那我晚上，因为公司给我租一个房子在三重过台北桥，上面有一个碉堡，那个忘记叫什么名字，然后就住在那边。然后又有一个司机就是打那个55688的，哦，就是他随时都可以载我。我坐计程车，他可以报账的。那我以前眼睛就是微小血管爆裂，所以眼睛是红红的，不是因为眼睛红被叫小红啦，就是因为对，因为我的眼睛就是看这个电脑板啊，我们设计那个电脑板以前就很早，下面都是有日光灯照射出来的，所以很刺眼。那一个眼镜紫外线环紫外线的眼镜，一个眼镜就要8万多块了。那我以为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年轻，我可以接受。所以我们现在碰到很多年轻人，你在跟他讲什么我笑脸，我一起安诺，对不？所以我们也曾经年轻过，所以我也觉得说那时候年轻，所以你戴那个我觉得不好看，因为粗粗的不好看。那现在越来越精致了。那后来呢，我到台湾来的时候，那时候就很痛苦，身边真的没有一个认识的，那他们都是拜拜的。我发现。在我们那个领域上面都是拜拜的，每天我就发现他们拿着东西就是到什么韩罗地去拜拜，下面到龙山寺哦，龙山寺去拜拜。我来到这边是一句台语，人家说新加坡会讲台语，我是一句台语都不会讲，然后讲国语都是又给人家讲不清楚的，就是很那个，人家都听不大清楚的。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自己消耗自己，就是我不会去找人家诉苦，但是我就会自己晚上就喝个酒，睡不着。所以我们有很多机会，我在这里面我有听到很多姐妹，就是她们晚上都睡不着。我以前跟你们一样，我晚上睡不着，晚上要吃2颗安眠药，再配红酒才能睡得着。对，那当我来到台湾1年的时候，我回去我的妈妈那边，我妈妈看到我不敢正面看我。那眼泪就掉下来，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也不敢去正面看到他，我就转身就走。因为我妈妈看到我来到台湾以后，其实是不开心的，整个人臃肿。其实我是瘦瘦的来台湾，那是胖胖的。1年以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已经吃到8颗药物，然后回去的时候，我妈妈看到我行李箱带了一大堆的药物，就问我说：“你去那边是怎样？怎么吃药饱的嘛？”但是我不敢讲，我就觉得说心里面其实是很空虚、很害怕，你知道吗？那个孤单跟害怕是用言语没办法形容的。对，就很痛苦，那种痛苦是跟人家分享不出来的。那有一次回来的时候没多久，就是两个月以后，我一个月中间就住院2次。1个月住院住2天，一摆是住伫个马街，一摆是住伫个国泰。那是为什么？胃溃疡、胃出血，刚好在跟人家谈 case 的时候就吐血了，然后被抢救。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害怕，你知道吗？但是我躺在病床上面，我唯一我也那时候还不会祷告，但是我唯一告诉我自己，我到底赚钱为了什么？这个原因就突然间想出来，就是。我到底赚钱是为了什么？每次公司给我旅游，我去到外面，
刚下飞机，然后就跟我讲说，哎，Betty，你们赶快回来，然后这边我们马上要处理一些事。我说好，那我马上回去。对，因为我机票帮你弄好了，你马上又回来。我就想，巴厘岛还没有入岛，就怎么又要出岛了？是不是？好，然后最大的痛苦就是小琉球，我有去过2次，但是这一次真的是放松的去。以前去是人家在拍外景，我打点滴，护士在帮我打点滴，我站在那边指挥要拍外景，是因为痛苦，所以对小琉球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只知道说我有坐那个轮渡的船到那边，昏昏沉沉去到那边就起来，开始又在指，然后又被摇回来，就这样子。所以每次出国很痛苦。然后后来为什么会接触这个健康？我看到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往生了，是大肠癌，我们家有那个基因。哦，那我姐姐是在9年前的时候在大陆，她发现大肠癌。我姐姐大肠癌，我大哥呢也是大肠癌，所以我们家有这个基因10几年了。那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基因的存在。后来我开始在学营养的时候，在13年前我开始接触营养的时候，是为什么？因为一天吃13颗药，我的手上还有一些白斑。因为你吃药以后，免疫系统会下降嘛，哈。大家知道哈，这个免疫系统下降以后，突然间你会发现，哎，原本1年感冒2次，怎么突然间感冒1年变4次了？怎么变6次了？哎，慢慢增加，哎，接下来会有好像有感冒比较难好哦，然后又身体又哪里有比较怎样不舒服啊？然后我去寻找谁？我去寻找一个朋友，刚好介绍我去认识那个谢明哲，有人认识谢明哲吗？我的导师哦，那就是台大医学院的一个营养师。然后我认识他以后，他就告诉我，那改变饮食吧。饮食很重要吗？对，最重要。对，饮食非常重要。所以那时候我是不是有告诉你们，我早上吃麦当劳，中午吃麦当劳，晚上睡觉前又吃泡面，哦，然后每天的工作时间都是很乱，所以我就发现说啊，原来我是有问题的所在。那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当我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改变它？所以我就把谢明哲医师就跟我讲说，营养师他就列一张单，说你有什么好的习惯，你给他列一张单；你有什么不好的习惯，你再给他列一张单。所以我那时候习惯就是把它列2张单起来，列2张单。一个呢就给自己下定决心，如果吃麦当劳习惯了，要不要改？改。以前是2天吃1次，或者是每天吃1次，那现在就改什么？就改成1个礼拜吃1次。1个礼拜吃1次，那现在是改到都没有吃了，是不是？就是你习惯，你不可能一下子改嘛。那我抽烟的习惯，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抽烟？以前有抽烟，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有抽烟嘛，是不是？对，但是这没关系，上帝没有管要不要抽烟，但是你要自己注重身体嘛。所以那时候我就一天抽2包鲜烟嘛。那我就跟自己讲说，我必须要下定决心，所以我很感谢我自己愿意改变。我7天就把2包鲜烟全部都改掉，就是下定决心。那我以前喜欢喝可乐，是不是？哦，叫助理一可乐就买 ，Costco 一买就整箱的哈，是不是？那我就跟他讲说，从此以后不要再给我买可乐，哦，那我就喝水就好了。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哈。好，那因为你自己的改变，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别人。我们不管做任何事情，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别人，但是我们有能力来主宰我们自己的改变。所以那时候，当我决定改变的时候，我为了我的家人，我感觉很开心。我很感谢我的老师。哦，旁边这个是我的老师。这个看得出来嘛？这个是我的老师，我很感谢他。那他现在目前是70岁。哦。对，那他是我们这个台湾财经的4大金钗。哦，那。赚了非常多的钱，后来失去健康以后，然后就在谢明哲底下，他当一个非常棒的营养师。那他经常在亚洲地区啊巡回在讲营养课程。那很难得，我那时候成为他的学生，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哈。然后这个呢是在开启我的一个事业的开始，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学会就是。慢慢的，对于兴趣跟赚钱这一方面，我开始有懂得分析，
分开了，因为以前因为要赚钱，所以我会失去很多理性。但是后来我发现，赚钱跟你的健康是要合并在一起的。好，接下来看我的妈妈。哎，这是我的妈妈。那我每年都会带我妈妈出国旅游，每年都会带我妈妈出国旅游。那我妈妈今年已经95岁了。对，现在是95岁吗？现在这张95岁。对，那这一张是88岁。我要给你们看的是对比。你们发现你们拍照下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去拍照。对。那为什么我们人会老？像今天早上云英姐姐在跟我分享，她年轻真的很漂亮。我相信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年轻都非常非常漂亮。拄像阮妈妈定我讲一句话，讲牛屎花嘛有一时香，有无？上歹的花伊拢嘛有一时香，拄要开的时阵，那时候最漂亮的。哦，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为我的妈妈，我一定要为我的妈妈健康，我也要让我的家人健康。哦，所以我妈妈，我唯一跟她沟通的就是改变饮食。有人跟我妈妈同款无？早起来就爱煮饭。以前的人传统人就是早上起来要煮饭，哦，要煮稀饭，然后用那倒粒啊，是不是叫倒粒？导入，我不讲导入哈。你听我讲台语的配会，还有什么鱼干啦、小鱼干啦那种东西，啊，就是我妈妈也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为了要让我妈妈变得更健康，我要跟她沟通的是6大营养。6大饮食的习惯，所以妈妈吃稀饭，稀饭是什么？我们谈今天那个，今天的瘦肉皮蛋瘦肉粥好不好吃？好吃。好，我们给金慧姐一个掌声，真的很感谢。对，真的很感谢，因为每一次的饮食，我发现每一次的饮食，她都真的很用心，你知道吗？真的非常非常用心。哦，所以我开始对我的妈妈，因为我开始当营养师的时候，我在台大我读了2年，然后修分，我在修营养分的时候，那我开始对我全家人都不相信我，哎，一个设计师怎么突然间跑来当营养师？这头壳也坏掉，你知道？因为读那么多年，但是那个领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开始从我的妈妈，全家人没有人相信我，我从我妈妈做起。那我妈妈呢，很棒是，她相信了我。所以他早上开始吃东西，早上开始改变饮食。那接下来现在呢，就是我们家，我们家，好，这是我们家最小的。那这是我姐姐的小孩，因为我没有结婚，这是我姐姐的小孩，我姐姐的孙子啊，我姐姐的孙啊，我姐姐的孙啊。那她妈妈原本是不能怀孕的，因为她在法国是当美容师，所以她不能怀孕。后来我透过营养饮食改变。现在有没有很多人都不能怀孕的？对，很多人都很渴望生小孩，但是都没办法怀孕的，真的。因为我的学长在那个金华中医当那个中医师啊，但是呢，他就想说一天至少有20对夫妻去看要不要怀孕的，是不是？哦，对，都不孕症很多，那这些都是有饮食上面的原因。那他妈妈原本也不能怀孕，后来我透过饮食调养以后。她生了这个 baby 很可爱哦，哦，生了这个 baby 很可爱。那现在已经6岁了，哦，然后在4岁的时候，人生嘛就延续，又赶快又多生了一个，就生了2个小孩。所以我觉得一个小孩，我很喜欢讲课给妈妈听的原因是，因为妈妈就像家里面的一把伞，她这把伞如果撑得漂亮，那他们家人就会健康。那如果妈妈的饮食错误了，在没有空的时候，就因囡仔拄活过来落课的时阵，伊肯定甲伊讲，真摕去食麦当劳较快，对不？啊，无面去忝菜去食一碗，而且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好，那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哎，有没有像我？太远了哈，这是20几岁，那这是我的同学，那我们2个30年没有见面。透过 FB 网络，我们见面了。那他那时候见面的时候呢，他就是很胖，因为他嫁到雅加达的时候啊，然后嫁给一个很有钱的人，对，印尼，然后家里面有17个佣人，哦，非常有钱。然后我去过他家1次，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你怎么什么，你为什么都没有变？哎，这个时候跟这个时候有没有变？其实没有变很多。这个是20几岁，23岁，这个是53岁，30年，所以没有变什么很多。他只是脸当然有一些皱纹出来，这个老化。对啊，我那同学就告诉我，就说。那个 Betty， 你为什么都没有什么改变？那你是用什么方法？但是我发现呢、如果我以前是当设计师，可能他会帮我买几套衣服，是不是？但是因为我现在是营养师的，同样是师资辈的，我教他们全家，现在有20几个人在印尼，从此变得很健康，抛开那个药物，有没有很棒？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因为那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因为有这样子，我觉得我的同学他们全家连他的妈妈，那我现在目前呢，我不是今天给你看，不是因为减重，而是因为他们变健康了。一个小女生，这是阳明山的小女孩，哦，那她排便不顺畅，那透过改变饮食以后，变这样子，好不好？好。对，那妈妈都是为了她的健康，一直在想说要给她吃软便剂怎样，但是透过这样子呢，我们就改变她。饮食教他写菜单，让他去改变他的饮食，好。然后这个是大陆新娘，来到这边被她老公打到要死，为了一个高丽菜，一摊是25块，一摊是30块，她买错了，去买到30块，在3重当下被她老公打到牙齿出血。我那时候还在那边，我就跟她讲说，你要学习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让自己成为一个不一样，先改变自己嘛。因为生完小孩，整个人就变得不一样，变这样骗跑嘛，这个变就是骗跑嘛，有没有？不，就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改变自己。当他改变自己以后，哎，身体调理好了以后，回到大陆去，现在开一家公司，是不是他的价值观就不一样了？是不是？那另外这个也是大陆新娘。我都帮助很多大陆新娘，因为我看到他们很可怜，他们一跟我讲，我说啊你是大陆，我也是大陆的，就是拉近关系，然后尽量帮他们，为他们做的，我觉得非常非常棒。要是在以前，我是不可能帮他们的，因为如果我的设计领域上面，我只能教你如何穿衣服穿得漂亮，但是我没有办法说透过一个营养，然后让他们去教他们怎么做。但这个现在目前在羚羊堂，他以前也是在拜拜的。那后来因为透过有些给他传道，我会跟他分享一些教会里面的一个生活习惯，所以他们就在他的邻居，就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那在羚羊堂里面。哦，所以透过一个健康，我们可以改变。那这个弟弟有没有很棒？这是弟弟。那我为他们就是透过饮食，我帮他完成一个梦想。我觉得他19岁，那妈妈43岁才生他。那他一共有110几公斤，对。那饮食上面呢，因为一个小孩嘛，在家里面有没有看到我们身边有很多小孩，就是他在家里面，然后就开始打电动，放假的时候开始打电动，然后吃麦当劳，因为妈妈在忙，所以就没有办法帮助到他。但是后来呢，我就跟他沟通，因为这个小孩子如果生病了，一人生病全家不安定，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所以整个家人都会围着他，你再多的钱都没有用。所以我就跟他讲，爸爸妈妈生你已经不容易了，所以你必须要把自己健康照顾好。透过饮食以后，5个月他一共减了50公斤，哇，改变一个人。好，所以他现在也完成了，因为健康，他完成他的梦想，在澳洲游学。左边吧。这边左边呐，对，这个，你看那个脸是左边，对，是左边那个。这5个月啊？这个，对。那不止5个月了。5个月。对呀。因为他把他的饮食改变，那很多人都说我等一下会讲说他吃了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我在网络，因为我是做网络的啊，所以我在网络上面就帮助国外的很多人，那从这个痛风尿酸的问题改变成为这样子，这不是瘦，这是我们台湾的那个阿基塞陶盖塞呀，这是我在网络认识的，然后他在上海工作，然后每2个礼拜都要放血。这个肩膀都要放血，因为提那个对，然后就是要去改变，然后
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必须要改变，又离婚单亲家庭，带3个小孩，所以他如果不改变，他3个小孩要交给谁？他的父母亲呢？是不是？哦，所以当他改变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理念就会影响到他的小孩子。哦，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梦想。我觉得健康是我们最大的梦想。例如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在讲的，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上帝的宫殿，是不是？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把我们身体照顾好，我们怎么会让我们的上帝住进我们的心里面呢？啊，好，接下来我会插一下，就是刚才。啊，这外在的美也要跟内在的有一些关系的，就要爱护自己的皮肤啊。左边是你哦。啊？这个是我，差很大。这个是我啦。所以对，因为我觉得人做人，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身体，但我们要区分，我们去爱它。那为什么要皮肤？因为现在的紫外线啊，这些东西都很强烈的，不管你用什么。不管你要用什么东西，你一定要爱护自己的皮肤，因为皮肤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全身的皮肤是占最大的一个器官。好，那这些都跟饮食有关系。那我现在呢，目前呢，我的工作像刚才姐姐问我说你的工作是什么？好，那我告诉大家，我的工作呢，现在就是被社会局，我在社会里面就是帮助很多，就是。学校里面的小朋友，教他们如何饮食，然后到大学里面教他们如何饮食习惯，改变他们的饮食。因为呢，父母亲付出很多的那个能量给他们，但是他们饮食习惯如果不好了，你既然读了大学，但是你的身体如果不好，有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啊，是不是？有很多人都这样子，所以营养是从小孩子开始做起，从 baby 就开始要教他们了。那目前我在2年前呢，我就觉得说我不能老是因为透过电话管路人家来对我咨询，我觉得我服务人这样子已经太慢了。那我不知道我的时间有多长，所以我必须要改变我自己。所以在南瓜，在吉林路98巷7号1楼南瓜屋啊，然后。我就在那边帮助更多的人，因为我觉得用我的语言，用我的所有所学的一些专长去帮助别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目前我们那边就是有很多像兆丰银行的一些董事长啊，全部都在我们那边饮食做改变。那很开心的是郑梅姐，我非常感谢郑梅姐，对，因为每个月呢，她就把那个性爱小组，然后变成到我那边去。那我发现，因为我在那边我的能力是有限，因为我并不是对圣经还是很透的人，所以呢，我觉得她在那边我可以。让我的一些客户，我在传道，毕竟我每个礼拜来这边学习一点点，那我会把这些故事带给我身边的一些客户。那如果郑梅姐可以去那边，她可以再帮助我更多人分享。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多邀约2个客户，就是我陌生的客户，是不是？那他们也都是因为家庭的因素。那一个呢，我慢慢聊，前提就是我开发的，就是我慢慢跟他们聊了以后，然后再邀约他们到我们的小组里面，然后接下来邀约他们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有一个已经答应我下个礼拜要到教会来，对，就一定要把他们都带到教会里面来。好，那这就是我的工作，这就是我的工作。那昨天我也在那个52餐厅，然后包下1楼，然后搬了60个人。他们做减重比赛，所以我们教会也在做减重比赛，很棒，非常棒，真的要感谢我们教会的这些长老啊，银发族也没关系，年长不管银发族还是年轻人都没关系，对，因为我们必须要改变。你知道，我们人其实胖的时候，就是其实对社会对那个自己身体是一个有很大的负担哦。那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子。那很开心，其实在这里面有我，有你，当然有你啊，对呀，很开心的是就是这件衣服，我在教会里面，我在这边教会里面已经有5年多了，那很少人有发现我，因为我以前就是快闪一族，就是牧师开始在祷告我就进来了。
对啊，然后牧师已经讲完阿们，我就开始走出去的那种人。因为呢，我觉得没有人发现我坐在最后面啊，我也不知道要跟谁讲话，你知道吗？啊，我是一个很慢热的人，其实。跟我熟了以后，我就发现我会疯，丧心病狂，我就会整个人都好像没法控制，就很疯了。你这样，因为我很容易把人当成是自己的家人，这个就是跟我以前在当设计的时候差别非常非常大。我跟营养师跟设计师这个差别非常大，因为我完全神经就放松了，所以剪对剪错都没关系，我只要愿意跟人家讲说啊，帮我拍谁啦，安怎？我头先个讲唔对啊，那人家就原谅我了。我觉得这个是以前我没办法做到，就是你也在慢慢学。后来教会的人怎么发现你？后来我很感谢季牧师，对我很感谢季牧师。有一次他就跟着我回家，哦，我就吓了一跳。哦，安尾随美女哦。对，尾随美女。对，他就跟着我，他就问我，我要去坐车的时候，他就跟着我，他说啊你住哪里啊你怎么？其实我以前是买一个房子在这边，那我很感谢我的会计师，啊，我会计师就帮我寻找，因为那时候我不大会祷告，但是我只是感谢主，我想要有一个房子住在教会旁边比较近，我要来教会比较近一点，不要再坐计程车200多块，我不喜欢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买在2号出口的那边2楼。然后就来这边比较近嘛，是不是？啊，就那时候来到这边以后，我就发现说，怎么没有人跟我打招呼？后来我发现错了，是因为我不想跟人家打招呼。对，这是我的错，所以谢谢，对不起。我就很会对不起。对，所以我改变嘛，是不是？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个叫孙大哥，我有跟他讲，是不是孙大哥？那个姓孙大哥。孙大哥。对。好，那后来他经常坐在我旁边，然后就。每次都约我出去喝咖啡。不是教会结束以后，越抹越黑。就是他看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每次跟我讲说啊你住哪里啊？你这样啊。后来因为就是我搬离这个地方。的时候还没有搬离这个地方，当然我不能告诉他说我住这边，因为我害怕，我就在那边绕2圈以后，是不是？因为要保护自己嘛，是不是？所以因为家己一个人出外口人，咱爱保护家己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每次他结束以后，他就说啊，我喝个咖啡啊，这次他请，下次我请，就这样子轮流请。孙大哥。对。哦。后来有一次。春节他初2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要不要去洋茶？他要请我吃饭。我说不行，我说要吃饭我们2个人就一起分，因为我不能吃你的啊，不然就我请，我不习惯让人家请。那后来又有听到旁边有些人在讲，就想说好吧，那就不要来，因为我不知道，我不懂。那时候就像说我们在大海里面随便有抓一个浮木，那个叫浮木 ，OK 哈。浮木就抓住，以为说他是教会基督徒，他应该是很棒的。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一个朋友，一个大哥。那后来发现不行，那我们就赶快刹车嘛，要学会刹车，是不是？我就不懂啊。好，那慢慢的我也很感谢我们圣歌队的队长，给我们队长一个掌声。对，因为当我决定就是要开始在教会的时候，我自己履行我每一年的一个计划。所以当我去年完成我一些计划，我个人的一些计划的时候，今年我就要完成我在教会里面的一些计划。很开心，在去年我开始10月份打开自己的心房。那牧师在封墓的时候，来到这边，我觉得我感受到我亲和力跟他有一点点，可能是年纪的问题，我比他大一点点。我觉得我应该静下心来，打开心房去听他的一些简解，因为我对这些都不是很清楚，我只是一个空的基督徒，我应该要有内心世界，要有那个潜能。那我觉得说，我应该静下心来。所以那一天呢，我不懂，我从那一刻我开始就是从不懂开始学起。所以那一天封墓，我从来不在教会里面吃任何东西。我这人很搞怪，不要看我这样子。我去人家家里面真的很搞怪，去人家家里面一口水都不会喝。我的客户就倒水，什么蜂蜜茶什么都倒给我，我就是给他放着，不会喝别人的东西，因为怎样保护自己嘛。万一去人家家里面喝水了，然后人家昏倒了会怎样？是不是？
是不是？所以要保护自己呀。这是我家人教我的。对啊，所以我到教会来，我也不敢喝任何东西，就赶快跑回家，是不是？但是因为我要改变，是不是我自己活出一个要改变的感觉出来？所以我就给自己设定，我从此以后要跟教会的人每个人要学会打招呼。对，那季牧师就每次去我那边，他就为我祷告，然后我会从害怕，因为我害怕接触。我每天有时候讲课要接触很多人，要北中南跑，但是我为什么会独害怕在教会里面？这也是我心里面，因为谁？心不定嘛，是不是？人家说平静安律得，但是我心没有定下来，我怎么会安心得下来？是不是？所以我就选择。那时候季牧师就跟我讲说，小红啊，你这边离教会很近啊，你如果是在那边你没办法参加什么主会啊，那我来这边我帮你。我很感谢季牧师，就从头到尾一直跟着我。对，然后后来牧师来了，我觉得很开心。但是呢，我还是那一天在封幕的时候，我走在最后面看，我发现很多菜，人家叫很多菜，我今天炫耀一下，就臭屁一下，就是我去自己就跑去那个什么，也去买。对，我去跑去那家餐馆，对，金藏，对，给他点了4样菜，然后说我们教会今天在封幕，那我就把菜送过去，但是千万不要说是谁送的就好，就送过去就好。然后我菜送过来，我就赶快又跑，因为我还是没有吃嘛，是不是？好，那后来就慢慢学习如何怎么跟人相处。其实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们内心世界的潜力有多大。那我们自己没有打开，别人是不可能相信你的，也不可能接受你的。就像说我们愿意接受别人，我们是不是先把手伸出去，别人才知道你把手伸出来 ？Yes， 感谢主。Yes， 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在教会里面就认识了各位兄弟姐妹，兄弟姊妹，我是要用台语过来对，各位姊妹安尼，所以我非常开心。那就是第一次去参加12月份去参加那个外出，就是马武都的那个，对，因为那个给我改观，因为我觉得教会好像都是不可能会这样出去，我就觉得不可能的。那我那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坐在最后面，就一直在看，一直在观察。其实我很喜欢观察。所以我就在那边看，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一个人其实不一样，很可爱，都有每个人有他的每一个的那个心态跟感觉，然后让我看到大家都很开心，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吧，那就跨出去。那感谢那个我们的队长就邀请了，那我也就没有吝啬，就开始就投入了圣歌队。虽然我唱不好，请多多原谅。对，所以我还是会改进的哈。好，那现在目前就是尽量把工作跟我的时间会分开。那我的业余时间就是我的业余时间就是我喜欢玩重机车 ，OK， 好，这个就是我去玩重机车。那我到日本跟德国，还有去法国，我去骑过重机车，所以这是我的兴趣。那时是小时候的梦想，然后到现在才开始在完成。那有重机驾照？有重机驾照，对，好酷。好，那我自己个人有2部 B&W 的重机车。好，那我们来讲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其实我们现今的社会就是人口老化。你们发现我们教会的人，老年人比较多，因为以40岁以上的会比较多，年轻的人会比较少。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子。其实呢，在当今社会，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他的饮食生活习惯他没有改变，但是新的小孩子起来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年轻过，我们也要接受他们面对麦当劳跟面对现在的美食素食的这些饮食习惯的没办法改变，所以跟目前我们的饮食习惯没办法改变，我们第2个挑战就是我们的慢性病。其实我们慢性病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有慢性病，对，上了25岁以上，每一个人都有慢性病。所谓的慢性病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如果有肩颈酸痛的人吗？有吗？对吗？也有眼睛会模糊的吗？没有哈。也有头发会掉的吗？对。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时候我们上厕所要比较不通畅，
会不会有嘛？是不是？啊，有时候会耳鸣，是不是？哦，所以有很多这些问题的所在。那这些问题所在，它是原因起在哪里？其实通常都是我们的饮食。我们饮食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哦。那还有空气，就是我们所谓的阳光、空气、水，好，跟食物。那我们所谓的食物叫做形而下。形而下是什么问题？形而上就是我们讲就是脑部在上面，就是叫形而上。形而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习惯，再叫形而下。那形而下的问题就是出在我们的吃东西上面。如果你吃东西，如果你身体不健康了，你心里面会平静吗？我想思考这个问题，要去思考。当你身体身体不好的时候，你饮食不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无形当中你会很容易发脾气。好，那我们要发现我们的牙齿，上帝给我们的创造这个人真的很奇妙哦。蚂蚁那么小，它也有五脏俱全；麻雀很小，它也有五脏俱全。但是我们人，我们会选择食物，但是动物它不会选择食物。只是我们把他们的草木都砍掉了，他们没东西吃嘛，所以来拎刀抢物件，他就会被麻醉枪给他打死掉，是不是？但是我们人去抢食物是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吃的东西的确跟以前不一样了。有没有发现过去的那个白莲啊菜，人家叫什么？菠菜 ，OK， 菠菜前面是红色的，是不是？以前最早的是红色的，对。那因为生意人他要做生意，所以他必须要很快让它长很快，时间缩短，它要很快，所以呢，他就会给它放一些农药跟增长剂，是不是？农药增长剂吃下去了以后，然后吃到我们身体会不会好？会影响到我们，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影响到我们的思维。哦，影响到我们的肠胃，这都会影响。哦，那如果过去的以一把，同样是一把那个空心菜来讲，跟现在我们一把青菜，过去的一把空心菜要吃我们现在8把才有打平衡，才有够平衡。所以问题是，现在的人都是外食族，我们都是吃外面的，你有办法吃到很多青菜吗？对。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没办法吃青菜，所以青菜如果不足了，我们肠胃不足会造成很多我们对于我们的健康，很多人都这样子。像我们郑梅姐，我就要讲她了，是不是？就是对于小问题，她都视而不见，她觉得可以忍。有没有发现？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就很忙嘛，药赶快吞一下，能解决问题，马上可以好。这个医生如果他可以马上让我好，就是好医生。那如果我看3次他还没有让我好，他就是跟我可能不合，是不是？其实不是，因为你要给你身体时间，你决定一定要给自己身体时间。你今天生病了，不是昨天吃什么，今天就生病了嘛？对，因为你是慢慢累积出来的，所以你一定要给医生时间，也要给你先要给你自己时间，饮食改变，然后再给医生时间。所以如果你做对了，你基本上你就不用找医生。那透过我这14年来，我自己个人改变。以前呢，我都是找医生的，有什么星期一到星期五，几乎每天都要挂号。为什么？等一下泌尿道，等一下什么东西有的没有的都来，肩颈酸痛要针灸，等一下头痛要怎样，等一下脚抽筋，什么都来，是不是？但是这14年来，我的健保卡再也没有去盖这些东西，所以我很开心。我们健保卡。台湾的医疗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要珍惜它，但是呢，就不要去破坏它。有的人是拿药，好像去到医院好像没有拿药，他觉得对不起医生，你知道吗？那我最严重的这7年来，一个最严重的就是，因为我以前是在社子开营养俱乐部，就是帮人家调理营养的。我在社子开了7年，我们这边没有人住在社子岛嘛。我在社子菜市场那边开了7年，但是在那7年呢，我一天最高的可以看到74个人。那因为要看病人调理，营养师跟医生不一样。我们去给医生看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感冒了，去告诉医生，医生啊，歹势啊，我著感冒医生就开药仔给你吃，药仔给你吃，伊1分钟就好啊，开药仔给你吃，吃好伊就甲你交代，3天也无较好，你爱搁倒转来，为什么？伊嘛唔知这药仔效果是什么用，是不是？所以呢？等你下一次去3天以后再回去看医生的时候，你会告诉医生怎样？医生啊，我吃这款药好像头壳晕晕，有无？
啊头壳晕晕，唔知安怎会安尼，啊所以医生就讲哦头壳晕晕，这是正常啦，啊水啉在就好啊吼，啊你嘛是感觉安尼就该接受啊。但是医生会套着你的话，跟下一次他要开药的人就跟他讲说，我跟你讲，这个药吃了以后头会有一点晕晕的，这是属于正常的。哦，所以我们要想看看你在吃药的时候，因为我们去读营养学第一堂课，医生就告诉你，药是什么？毒，药就是毒。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药可以救急，但是药不可以让你长吃。要透过饮食才能改变，所以饮食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对于小病，我们要改变饮食。如果昨天让你今天感觉到不舒服了，麻烦你回想一下你昨天吃了些什么东西。第一，有没有早睡觉？有没有喝足够的水？第二个，有没有吃青菜？青菜有没有足够？第三个，碳水化合物有没有足够？还有好的油有没有足够？必须你要清楚，而不是说啊，我早上可能安怎？迄头壳痛吼，啊，我普拿糖可能随便先吃一粒，甲佮讲，不要去因为这样子去乱吃药，好不好？好。我们希望说教会里面真的不要去再乱吃药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谈各个地方现在人的生活就是各种污染，阳光、空气、水跟土壤。土壤现在土壤没有更修了嘛？好，因为真卡人做行李没有修根，它就是。赶快这个种完以后，然后又赶快，所以我们现在教会里面一听到有机的哦，那个彩玲妈妈在你买水果有机的哦，紧买是不是？所以我们听到有机的真的是蛮开心的。所以很多现在其实我有时候会到乡下去看一下农民在种的那些田哈，其实他们也很辛苦，哈，靠天吃饭，他们也很辛苦。那跟我合作的是阳明山的一个大哥，那我觉得是我喜欢什么菜，就是叫他们种。然后我这些菜种呢，都是从国外进来的，就是基本上是台湾是没有看到的菜种，所以比较特殊的菜种。哦，那每一天呢，我们可以提供，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边去吃啦，改天我可以弄来让大家吃啊。哦，就是每一天的菜种，我每一个人必须要有5蔬果，5蔬果就是5种蔬菜水果。是不是？然后颜色要非常非常缤纷哦，就是要我们身体的颜色就是要侧灯、黄绿、青蓝紫都有哦。然后呢，压力，现在有没有人有压力？阳光也不好，空气也不好，水又不好，吃又不好，心情又不美好，压力又来了。那这个人怎么会健康呢？是不是？那心里面又没有一个寄托，这最痛苦的就是心里面。所以有没有发现，现在人很多都躁郁症？躁郁症。如果有信仰的人，他是不会有躁郁症的。但是没有信仰的外面的人，像我接触外面的人，你知道他们有多少人是躁郁？我经常半夜被人家叫醒。啊，老师，我要自杀，我做那徛伫迄落啊大楼的那个窗户，你知道吗？你要跟他沟通。你要跟他沟通那个心灵上面的，好像生理医师。因为我本身也有心理医师执照，对，我本身也有修心理学，因为营养师要心理学，哦是，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哦，半夜老是被这样叫醒哦，叫去，然后就啊，我老公演小三啦，啊我要跳楼啦，怎样？这些都是跟饮食上面其实是有很大关系，因为他没自信嘛，是不是？啊，还有一个没有生命当中没有一个寄托。没有一个寄托跟信任，好，那第二个不良习惯，我们人都有很多的习惯是不知道的，就是不知不觉的。那比如说抽烟，我们讲啊，好，过去的事情哈，对，喝酒有没有人很多喜欢喝酒？就是喝酒，但是喝酒呢，我会建议，就是因为酒本身是酸性的东西，酒是酸性的。如果呢，你喝的酒是葡萄酒，好像我那天人家就送我两瓶那个葡萄酒，它是28年的葡萄酒，我觉得不错，很好喝，好酒。对，那好酒呢，你就是一次不要给它喝太多，就是一次给它20 cc 到30 cc 左右，让心脏跳速可以加快。哦，然后槟榔呢，其实我们现在台北比较少了，但是很多开计程车都在咬槟榔。那其实我们做过那个解剖手术以后，发现呢，其实很多人咬槟榔的时候，为什么
山上的人他咬槟榔跟我们台北平地的人咬槟榔是不一样，因为山上的人吃槟榔是他没有给这混嘛，石灰膏，对。那我们平地的人在吃是要口感，它必须要加一个石灰膏。那石灰膏是非常伤害肠胃的，但是当它咬破的时候，有一些纤维，硬的纤维就会去粘在胃膜里面，然后粘在胃里面，它就会豆叉，所以它胃很容易有胃癌。所以一打开，你的胃一打开的时候，你知道它是整坨的，都整坨的渣，很可怕的。哦，所以那个槟榔也对我们是不好的。你可以熬夜的时候啊，可以如果是熬夜，可以嚼一些，或者是停下来休息一下，洗一洗脸哈。然后我们台湾最喜欢的就是滥用一些药物，哦，滥用一些药物，因为药物啊，其实你如果有在用药物的时候哦，尽量如没有用完，尽量给它包起来，然后再拿回医院，不要就随便乱丢。因为你知道，你乱丢的时候，那些回收东西哈，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土壤。我们要台湾这块土地，我们要爱它，好，我们要爱这块土地。好，那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无毒不在的，有没有发现？我们生活很可怕。其实电视里面，我发现台湾人很麻痹。你也都改讲这有毒吼，可能他1个礼拜都哦这有毒，这有毒啊，这袂使食，这拢袂使食。哦，啊这安怎，这拢袂使啊，过1礼拜袂记啊，叫食不够，就很容易就忘记了，所以他很容易就会又有一个新的话题。啊，前不久我们有看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名牌的知名的连锁店，不是讲说它的糖用化学的东西很多嘛，是不是？但是呢，人家还是照样排队啊。买1送1。对啊，因为不是，迄不是买1送1，因为台湾人唔惊死嘛，是不是？真的他不怕，所以他只要是有便宜的东西，不是占便宜就是刺激。台湾人喜欢被促销，你如果一有促销了，我告诉你 ，Costco 上次不是有美国有讲过吗 ？Costco 有一个黑色星期五嘛，对，黑色星期五嘛。是不是？你知道有南部多少人半夜排队？我那天刚好要去 Costco 订东西，我一看我就吓到了。惊现西沙列刮沙哇，拢去到来我遐那个油库那边，我就觉得太恐怖了。所以很多东西促销会造成人的惊欢。黑色星期五跟那个黑色星期五就是不是那个是 Costco 的一个价钱，因为它有锁定的一些东西。它有特卖，像比如说一台电视，它原本是18000多，那一天呢，它就变成8000多块，所以它就很多人去排队。那它只设定就是要10台，就只要卖10台，所以就是造成那个很紧张的那个气候，排队效率嘛，所以就很多人去排队。好，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都觉得说今天人家在排队的东西，我都不喜欢去看了。好，那连动物呢，真的很恐怖。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家庭主妇。因为我昨天想说我要讲什么，就是觉得我们每个人家里面都要用油嘛，是不是？那上次不是有讲过，有一个谁，他赚油钱赚很多，就那个地沟油嘛，顶溪的，很可怕。但是我们事情过了以后，大家还有在讲这个吗？没有了吧，就忘记了。那还是照样有在吃油嘛。还是照样，那它只是换个牌子，大家还是不知道，还是对，还是有在买。那所以油其实对我们身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但是呢，我们发现台湾人很重视吃油，有没有发现煎水饺，锅贴，我们讲锅贴，其实啊，我们早上我想问一下，早上有人吃锅贴饱的吗？有没有人吃锅贴的？对，其实锅贴呢配豆浆，如果10颗锅贴配豆浆，锅贴它是怎么煎？因为它在卖的时候，四海那种在卖的时候啊，他们锅贴下去的时候油是用到的嘛，油是用到的，但是油的来源其实不好，再加上它有100度以上的烹饪，其实它已经产生逆式脂肪酸，对我们身体是酸性的，那对我们血管是会塞住的。好，那第二个呢，油过多了，那种不好的油对我们心血管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扰。哦，好，那地沟油，我们全台湾很多人都在讲减重，我们全台湾
其实对这个油脂，我们台湾人其实不注重。你注意去给他看哦。我们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国外，我在美国那个读那个免疫系统研讨会的时候啊，他们外国人很注重油，但是台湾人对油脂他不领域，他就少部分啊，他就不注重，因为其实油的东西是不能烹饪的，油的东西是不能煎炸的，对，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如果喜欢家里面要烹饪的，尽量以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尽量不要用烹饪油炸的东西去用这些油，最好可以买一些橄榄油凉拌的。那橄榄油或者是酪梨油，它会帮助我们把不好的油做一个代谢。哦，因为现在身体的油脂都过多了嘛，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代谢，然后再多喝水。所以油脂一定要去选择好的油脂，像有地中海的。哦，有那个意大利的，哦，还有西班牙的，哦，西班牙的也不错。对，尽量啊，我是很喜欢品油的人，我会品油。那如果你们家里面有要让我试看看油好的话，你可以倒一点点来，我告诉你它的含量多少。哦，因为你油含在嘴里面，就知道它的油脂好跟坏。哦。所以油对我们身体很重要。那毒素呢，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毒素的累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在喝茶，这个在油垢，我们经常在讲，我们的肠胃就是这样。我们这个新的时候，你在用的时候，是不是很干净？你会每天一直在洗，一直在洗。但是用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有没有垢，有没有油垢？但是我们如果吃不好的油，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肠胃里面，它就会慢慢形成一个油垢。就会慢慢形成油垢。那我们再比喻更简单，让大家听得比较清楚。家里面有小孩子，你们发现小孩子排便有没有很粗？比较粗。哦，那为什么年纪越大越变越小？对，它屌呀，就是因为它的肠胃里面都有油。有去吃过粉肠啊啦，有吃过粉肠啊，粉肠啊里面有油。不，就是有油，哦，它就里面就是都有油，哈、哦，它塞控里面嘛有油，就是，所以你就是那个东西大肠里面就是油，哦，所以当你里面的肠子里面，所以我们经常在讲，就是毒素它不会让你马上爆炸，但是呢，它会透过一段时间，就是12年以后，癌症不是昨天你吃什么，今天就变癌症，是因为透过5年以上，5年以上就是气息，就像我们很多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啊，就是尽量不要叫小朋友排便的时候用力。好，因为用力它就有气囊出来，我们肠子里面就会有气息。那气息呢，像我们在照胃镜、照那个大肠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肠子里面有很多长息肉。很多人就知道说肠子里面会有长息肉，因为气息嘛。所以如果你吃进去的东西沾的粘稠物有肉质的东西，它消化不了粘的，它就会粘在那个气息，掉到那个气息。那气息就是大肠，那讲阿等啊变开来边有这袋子哦。但是我们吃东西，你肠子如果没有力气，它那些东西是翻不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多吃纤维素，跟多吃我们的水，多喝水哦。所以尽量我们有在吃油脂的，或者是去吃大餐的人哦，尽量一定要多喝水。要建议多喝水。如果你们身边没有什么水，哦，不要只是喝白开水，有喝白开水也是很好，但是不要喝饮料，因为你那时候喝饮料进去的时候，会造成身体更加的酸性，加倍的酸性。所以有吃大餐，尽量不要喝饮料 ，OK？ 好，好，那身体呢，毒素在所有人的身上呢，其实它是排不出去的，就是要在我们五脏内腑里面要多吃茶。就是有绿茶，如果你们家里面有习惯喝绿茶的习惯，哦，那我会建议就是喝个绿茶或者红茶，哦，饭后可以补充一下。那一天呢，可以喝个1000 CC 的。有没有人喝茶会不睡觉的？没办法睡觉。绿茶。喝绿茶哈。那我改天我再拿绿茶给你们喝看看，它是可以让你睡觉的。对啊，对，那个茶哈，其实好的茶它是不会影响到你这个。
真正好的茶，它不会影响你的睡眠的，是不是？那如果那个是要慢慢，对，那个是要慢慢去调理的。那如果你有喝茶不好睡觉的人，我会建议你就是在早上喝，在12点之前喝茶，那下午就要补充水，哈 ，OK。好。哎呀，我用这么漂亮，还有凤飞飞，好，那这些都是毒素，因为什么？凤飞飞很多人又是水哇，最爱。我是太小了，答案太小。凤飞飞，她的妈妈是我的客户。哦。对，那凤飞飞她是肺癌，那肺癌是什么产生的？吸烟，唱歌，抽烟，那个空气咳嗽，它有支气管炎。对，它有支气管，所以我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姐妹，一吹到风一怎样，她就会赶快反这些，因为她有自知之明。这个就是说，她要得到有自知之明的感觉，就是别人可以吹冷气，我就不行，那我赶快就像，我要像我。所以其实她很喜欢吃甜品。对，她很喜欢吃甜品，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我们有吃甜品的人。我们现在今年我们在提倡就是看糖粉跟看淀粉，就是看糖跟看淀，因为这糖跟淀呢，甜品是怎么来？因为现在的甜跟以前的甜不一样，甘蔗糖不一样的，是不是？现在的甜品它是用什么做的？用玉米去做的，然后会产生在我们身体会产生一些脂肪酸，血脂肪哦，然后呢，梅艳芳，我帮她设计过舞台服装，那梅艳芳呢，她死于是子宫癌，是不是？那她是怎么样？就是因为在演出的时候，她都会很容易紧张，所以她不敢吃东西。但是演出完了以后，她是狂吃东西，然后她晚上是紧张，她晚上是没办法睡觉，所以她有一些，她在香港是被称为大姐大，因为她很阿莎琳，很 open 式的，所以。他自己有痛苦就是躲起来，他没有信仰，是不是？所以有痛苦他不自己没办法讲出来，所以我都这样讲说，如果有什么心事，你可以找一个人，或者是你没办法找到，像我一样，以前过去没办法找到一个人可以相信的，你就跟上帝沟通，是不是？好，那那个我们的邓丽君小姐，真的，她唱歌真的很好听，非常非常好听。但是呢，她也死于支气管的问题，哮喘，她也是哮喘的问题。但是她不是我的客户。但是呢，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讲的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不是一天两天的，他们是慢慢累积的。他也是喜欢一表演完的他就是喜欢，他紧张就吃甜品，他是一直在吃甜品，他可以一个蛋糕全部都吃完，整个蛋糕都吃完，因为有一个症状就是有一个惊慌症，但是当他演出完的时候放松，他就开始吃东西，所以很多人就这样。我以前在当设计的时候啊，其实你看那些 model 他们随时为什么要去运动？因为他们运动完以后，那个演出完以后啊，他们会用吃来表态，就是要狂吃，因为吃一下还不爽，就是要狂吃，要吃到很舒服，而且结束以后已经12点多了，1点多了嘛，就狂吃，又在晚上就在不对的时间吃不对的东西，所以会造成很快的毒素。好，所以很多人我们都在讲基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都在，一糖尿病他会讲阮妈妈有糖尿病啊，所以我有遗传呐，有无？拢怪互恁妈妈，好诶无怪互恁妈妈，你坐较水就拢讲，迄拢天生丽质，坐破病就讲，阮妈妈，阮爸爸生我的时阵阮家有遗传呐。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要破除这个遗传基因的问题，遗传基因只有21%。你不会跟你妈妈完全像，又不是克隆，是不是完全像？但是呢，你的饮食习惯，你从小就是在你妈妈的肚子里面，你就吃你妈妈煮的东西习惯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跟家庭主妇讲，今天如果妈妈煮给你吃的习惯以后，那你是不是饮食习惯跟父母亲都一样？接下去你嫁到别人家里面去，你又把你妈妈的饮食习惯带到别人家里面去，所以你是遗传基因还是遗传饮食？
饮食对嘛？所以是遗传饮食过去，而不是遗传基因。所以我们不要再讲遗传基因的问题，把这个怪罪给我们的妈妈。然后饮食改变，很多人呢在运动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就问他说，你有运动吗？哦，因为我每天都有排下来，有帮人家做这些测试啊。因为你有运动，很多人有运动，我们教会的人有运动吗？有哦，好棒哦！谢谢你们，真棒，为自己负责任哈，就是要有运动，因为人呐要运动，活着就是要动，就像我们的关节，你如果越没有动，它会黏住。那刚才姐姐有跟我讲，她说她原本年轻的时候，哦，笑脸那么就排就水耶，163公分对不？那会安尼就是那变158公分啦，啊，那会食老倒球嘛，对。嘿妹，哦，所以假老会倒球，其实真的是假老会倒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骨钙，我们的软骨里面，我们的每一个关节里面都有一些软骨，软骨叫弹性，哦，它会弹性，所以你少年时阵走路起来是有弹性的。但是当你老的时候，走路起起扣扣，哎，就不一样了。所以呢，不是说你要吃什么补什么。台湾人就有很多说啊，这吼可上派去啊吼，啊来熬一些大骨汤，有没有？有。很多人就熬一些大骨汤来吃啦，啊来哦，爱珍老公熬什么？熬那个什么鲨鱼，把鲨鱼骨头啊，鲨鱼骨来吃啊。那你觉得这种是好吗？不是，这种是好吗？好啊，也可以，但是也不好。其实，在医学上面是不承认，因为这些东西你经过熬的时候，我们是把重金属熬出来的。对，因为你一直在吃熬，这个是传统。因为很多人过去，我的妈妈也是啊。我们家的保姆哦，你知道，我们家请那个香港保姆哦，她每天都要有3个汤，熬汤、煲汤嘛，那煲汤了吗？对，就有煲3个汤，然后一个青菜汤，还有一个红豆甜品。啊，一个是大骨汤，是不是啊？每天你要回去，有时候想要吃东西，他就大骨汤用了呀，还煮一碗面给你吃呢，然后还淡薄青菜。后来我发现，哎，真的不行。其实我妈妈是因为透过饮食改变以后，她的骨钙原本都流失了。其实我们饮食改变以后，发现我们这个时候，比如我们台湾有当地，我们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我们现在目前有什么白木耳，是不是黑木耳？哦，这种天气你可以吃，哦，然后再加上一些枸杞。像我现在每天早上啊，我的个人习惯啊，就是这种天气，因为肺部在排毒的时候，这个冷热交替，免疫系统容易下降，那我就尽量哦，我的妈妈或者我的冰箱里面，我固定都有一个锅子，那我可能会煮个1个礼拜，里面用冰糖，然后去熬那个白木耳，那不要熬的一个。QQ 的，就是熬到那个浆都出来，你要熬到里面的那个勾勾的那个浆都出来，对，胶质出来。然后第二个再放一些枸杞，然后放一些红枣。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刷完牙，起床的时候从冰箱里面装一小碗起来，放着让它退冰，然后你就去刷完牙，洗个脸，然后回来喝个水就开始就可以了。OK， 好，所以这个那个枸杞跟那个红枣，枸杞台湾没有长哎，都是大陆的中国的呢。枸杞那边有。枸杞啊。拢是中国来呢，都不知道好还是坏呢。他说他有说含重金属。我跟你讲，你烧一水给他，因为枸杞最好是枸杞哈。我跟你讲，枸杞是不能下去煮的。我发现有很多人只是下去，枸杞是要焖的，要用焖的，不能下去煮。对，你就是要先给它洗一下，先给它洗一下啊。你可以柠檬给它滴几滴下去，然后先给它泡一下。我们很喜欢用那个枸杞，可是就是那个来源都不可信任了，这个是一个问题了。这个就没办法，因为环境就是，因为我们台湾不长那种。对，然后压力也是会造成我们，还有我们现在目前的食物满足我们吃的欲望啊，还有我们饥饿感。现在很多人就是麦当劳，它为什么要用黄色的？因为黄色会让你产生有欲望、食欲感，是不是？所以颜色会让我们产生有食欲感，就是你看了想要吃牛排，你看了就想要吃的那种感觉。
所以现在生意人很多人就是去创造，特别是饮料，你有没有发现每个人台湾人就是手上都有一杯饮料，他习惯了饮控嘛，人家说饮料控嘛，是不是？那他就是饮料给他设计得很漂亮。饮料设计得很漂亮，哎，让它喝起来就感觉很缤纷。那我们也可以从健康里面，就像我前天我们在聚会哈，那我前天下午我就开始自己一直打，我自己喝了20几杯，就是要打出一杯好的，所以我自己一直打。所以前天他们去了，我就打黑木耳，再加上豆浆，然后分层次起来，就一层一层的就很漂亮，但是又营养。我们尽量讲的就是说，尽量吃到纯营养，不要用过制作过的一些东西，所以维持一个均衡营养，对我们身体。请问一下，那个黑木耳要打的话，要不要先给它烫一下，泡，然后不是烫一下？黑木耳我不知道你是买生的还是买干的？干的你要先泡一下，然后再水给它煮一下。哦，要穿烫一下，然后再起来打。对，起来打完以后，下面一层加蜂蜜，然后再加那个黑木耳下去打。蜂蜜加黑木耳，那再加豆浆，很好喝，非常非常好，而且又有养生，真的很养生。可是我菜市场买的那种不用泡的就直接弄，那不好。那个也是可以的，没关系。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基本上我们在讲，其实现在不是大家说句老实话，不是大家都吃不好，因为我们吃太好了，所以是达成一个营养不均衡。就像我自己不喜欢，如果我不喜欢吃红萝卜，妈妈会买红萝卜吗？不会啦。那我的小孩如果他不喜欢吃冬瓜，我会去买冬瓜吗？不会，因为夏天的叶菜类很少的嘛，都是瓜类的会比较多嘛，是不是？那所以呢，家里面的小孩不吃，妈妈就不会去买这些东西，所以达成了一个家里面的饮食习惯叫失衡，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均衡的营养哦。所以均衡营养就像我们身体一样，我们眼睛缺乏什么，我们那个牙齿需要什么，我们骨钙需要什么，我们胃需要什么，我们头发需要什么，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才有办法去补到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叫均衡的营养。所以我们身体其实它自己有个人的免疫系统。如果一个人的健康，他的身体的细胞它是活性，它是非常好的。有没有发现我们年轻的时候手去割伤了，它自然会愈合？因为它是免疫系统好，但是到一定的年长了，或者是还有糖尿病的，你会发现他手一割伤了，那个伤口就没办法好了，而且还会一直溃烂。那这个终究我们归为它的细胞病变，我们身体的细胞病变。所以呢，你只要吃对东西，只要对你的身体好的东西，它细胞是有办法重新再建的。人的身体我们有60兆的一个细胞。我们吃太多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细胞它需要碳水化合物、葡萄糖，还有脂肪酸、蛋白质。蛋白质是我们身体最重要。就像小 baby 或怀孕的时候，他们就是蛋白质。还有维生素跟矿物质。维生素、矿物质是哪里？就是我们的土。就像我们家狗狗，它生病的时候，它自己会去抓草。狗狗会草坪里面，它会自己抓草。那人生病了，缺乏维他命跟矿物质。那它会吃什么？这是要在土里面才有矿物质跟维生素。那维生素、矿物质是代表就是我们的萝卜，因为种在土里面，它会把这个营养吸收到萝卜，有根类的东西。所以你要有吃根茎类的一些东西，这叫维生素跟矿物质，还有纤维素跟一些适当的一些草本的东西，还有水分。那水分在我们身体，我们非常。后来慢慢开始，现在有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上帝真的非常奇妙。我们的陆地跟我们的海洋，整个地球，我们的海洋是占70%，陆地是占30%，但是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哦。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水分要占70%，所以很多人都跟我讲，有时候看我喝水，他们都叫我水牛，都跟我讲说，老师你为什么喝水会喝那么多？因为我以前已经欠缺了，就像石门水库一样，它前几天都没有下雨，没有下那么大的雨，它会泄洪吗？不会嘛，所以你尿尿出来会不会臭？不会的。会不会灰指甲？会不会先赶脚？
讲话会不会有口气？都会嘛，是不是？所以水在我们身体上面是起一个非常大的作用。那我们排毒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要用水。我们排毒是口欲，我们毛细孔要不要让它流汗？要，这也是叫排毒啊。我们耳屎也是在叫排毒啊。是不是？我们鼻涕也是在叫排毒，所以小孩子如果有感冒流鼻涕，不要马上就让他去找医生，是不是？你要让他先留一下，喝一点白开水，然后喝一点葡萄糖，不要一下子就赶快找医生来打针，因为你越打的时候，他的免疫系统会越不好，越破坏掉。尽量可以用水。那中药的医生都在讲，他说喝水是最大的良药，没事多喝水，喝水就没事。所以要多喝水。那我们现在身体的细胞最害怕的就是什么？抗生素。我们现在吃的、喝的、抹的、擦的，全部都是有抗生素。因为吃进去的东西，鸡呀、鸭养殖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有一些抗生素。那药物滥用，然后色素有没有？色素很多。那我们台湾现在比较有讲究一点点。那在外面呢，就很多，像在马来西亚，那个色素是很恐怖的。在越南还有防腐剂。防腐剂也是很可怕的，还有农药更可怕，还有生长激素，这些在我们食物当中都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些事情。那我们要如何去注意？其实，你只要注意多喝水就好了。真的，你只要多喝水，少吃甜品，然后在对的时间吃对的东西。长期你对你的身体免疫系统照顾好的是，就是让我们的细胞可以健康，你人就健康了。只要长期缺乏营养，不是缺乏营养，要均衡的营养。如果像我以前我是不吃瓜类的，但是来到台湾就没办法，就瓜类特别多，苦瓜什么瓜都有啊，就不敢吃啊。但是现在我自己的农场里面我就有种苦瓜，我的苦瓜超好吃的，我下次再拿给大家吃，因为超原味的苦瓜。就是很原始的苦瓜，然后我的小黄瓜也非常原始的小黄瓜，就是你这样咬就可以了，很清香的小黄瓜。所以我们现在人不是活在一个现代化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我们吃要回到原始。如果我们身体不好，要回到我们原始少烹饪的东西。现在人无所不在，就是对烹饪他很注重，但是我所学的无烟料理。就是没有油烟，因为没有油烟，很多人都想说，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我妈妈她就没有也没有抽烟，也没有怎样，为什么她会得肺癌？因为一个妈妈煮了一桌的饭，我跟你讲，她就等于抽4根烟，所以妈妈是最辛苦的。那如果你懂得无烟料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做妈妈的人就轻松了。所以我现在也在我们教会里面教无烟料理 ，OK？ 好，那多喝水排毒，让我们身体不要让身体累积的大量的毒素做一个代谢，让自己的身体在运动的时候有20%做一个代谢作用，起到一个代谢作用，你的身体就会有效 ，OK？ 好，摄取均衡营养，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新陈代谢，所以要学习运动。本来今天有时间要教大家2个步骤的运动但是我们时间关系，我们要去帮那个运动员加油然后再加上我们身体有一个做一个彻底的排毒。彻底的排毒就是你可以一整天，像我自己个人，我可以一整天就是不吃饭，我今天就停下来就不吃饭，让自己肠胃休息。我每个礼拜都会有做一次，就是一整天我都不吃饭，但是我会喝什么？就是豆浆，补充一些豆浆，喝水，让自己身体做一个休息一下，做休息一下，然后做代谢，然后尽量多运动。好，那最后呢，我们要跟自己讲的是，要让自己学到，给自己的身体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饮食生活习惯的好方式。我记得我过去我在很早之前，我在买我们家狗狗的饲料，有没有人家里面养狗狗？对，养狗狗的你去给人家买饲料，你就会看伊内面有维他命 C 啦。阮狗爱食，有羊肉，阮狗啊嘛会使补充，有蔬菜这个补充，但是往往他自己吃，他都没有在选，所以我们的命比狗都不如，真的啊。所以反过来，我们自己在想，如果你想要让你们家的小孩子、狗狗有幸福，
我们以这个年代，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因为你的健康将会带给你家里面更好的生活品质，减少家里面的一些负担。所以祝福大家，各位兄弟姐妹，祝福你们走线健康，越来越好。然后愿上帝祝福大家，谢谢。非常感谢英语姐妹哈，做精彩迄个演讲哈，咱来当为遮来得到上帝祝福的话哦。最后咱来诗歌哈，赶快唱完唱煞，请牧师来做结束祈祷。没有，不是啦，不是。